早晨各位，我係 Laura。今日係2026年3月20號星期五。Laura Tang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川普白宮設宴款待日本首相，五角大廈部署海軍陸戰隊至中東。以色列同伊朗危機加劇，中國創紀錄嘅石油產量已經接近極限，油價上漲拖累美股收跌。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週四，美國總統川普喺白宮設宴款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雙方已經進行成日嘅雙邊會談同協商。川普表示，高市早苗首次造訪白宮，佢對佢嘅到訪表示歡迎，並祝賀佢勝選，強調美日雖然地理距離遙遠，但喺經貿、安全同價值觀上高度一致，未來將持續深化互利合作關係。佢提到，華盛頓櫻花傳統源自12年日本贈送超過3000棵櫻花樹，並感謝日本近期再贈250棵，以紀念美國建國250週年，象徵雙方歷久彌新嘅友誼。高市早苗表示，櫻花像指日美長久、歷史情誼同文化連結，並祝賀美國即將迎來重要里程碑，同時向川普之子巴倫20歲生日致意，展現友好外交氣氛。佢亦提到8月23日將會喺華盛頓舉行嘅自由250大獎賽，指出賽事將會展現日美產業同文化交流，並引用安倍晉三日本反尼娜嘅講法，強調日本將會持續推動創新，並喺全球扮演更積極嘅角色。出席晚宴者包括副總統范斯、國務卿魯比奧以及谷歌執行長皮查伊等人。現場氣氛正式隆重，餐桌設有金色餐具，菜單包括胡蘿蔔、薑湯、龍蝦、焗烤同草莓、香草、甜點等。雙方官員稍早亦舉行雙邊會談，討論伊朗戰爭同區域安全議題，並承諾共同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以維護區域穩定。一支額外嘅美國軍艦同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 MEU 將會喺同伊朗持續衝突期間部署到中東。據美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駐紮加州聖地牙哥嘅權斯號兩棲戒備群同第11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將會穿越印太地區前往中東，預計同約5萬名已經部署嘅美軍會合，支援相關軍事行動。一個兩棲戒備群同 MEU 通常約5000人，具備兩棲登陸、後勤同空中支援能力，包括直升機同 F-35B 戰機。同時，黎波里號兩棲戒備群及第31 MEU 已經從日本附近海域轉往中東。喺呢個之前，美國總統川普已經部署咗2個航母打擊群同多架戰機進入該區域。目前尚未有美軍地面部隊同伊朗直接交戰，但美國官員同國會議員警告，局勢可能升級。3月19日白宮記者會上被問及係咪將增派部隊至中東時，川普表示冇，我冇喺任何地方部署地面部隊，如果有，我當然亦唔會話你哋知。3月1日有3架美國空軍 F-15E 打擊鷹戰機喺科威特上空被擊落。美方官員稱呢個係友軍誤擊事件。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戰事期間美軍空中同無人機資產持續參與作戰行動，並證實一架 F-35A 隱形戰機喺3月19日喺伊朗上空作戰中受損。美國國防部官員指出，約10架 MQ-9 收割者無人機喺衝突中被擊落。以色列同伊朗星期五再次互相攻擊。此前一日，德黑蘭襲擊以色列一座煉油廠。美國總統川普亦警告以色列唔好再攻擊伊朗同卡達共享嘅離岸天然氣田。以色列軍方表示，以軍空襲德黑蘭，目標係伊朗恐怖政權基礎設施，但未提供細節。伊朗則向以色列發射大量飛彈。特拉維夫響起防空警報，攔截爆炸聲不斷。自2月28日美國同以色列聯合發動攻擊以來，衝突已經造成幾千人死亡，並擴散到中東多國，同時衝擊全球經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 週五報告飛彈威脅。科威特稱一座煉油廠遭無人機攻擊。能源危機持續升級。伊朗攻擊卡達拉斯拉凡工業城，影響全球約1/5液化天然氣供應。沙烏地阿拉伯紅海港口亦遭到攻擊。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表示，美國同以色列目標唔同，
以色列專注削弱伊朗政權，美國則聚焦摧毀佢嘅飛彈同軍事能力。伊朗則稱戰爭進入新階段，並警告將擴大對美國相關能源設施嘅打擊。聯合國同多國外交官正加緊推動停火談判，但目前各方立場仍然高度對立，短期內難以見到衝突降溫跡象。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近年推動增產取得成效，去年產量創下歷史新高，主要來自老油田加密鑽探、海上油田擴張及頁岩油發展。但分析指出，中國已經接近經濟可行嘅產量上限。隨住海上增長放緩同高成本資源開發困難增加，產量可能進入平台期。業界預計未來10年產量將會維持喺接近每日430多萬桶嘅水平。北京喺26年至30年規劃中，亦要求維持喺每日400萬桶左右。呢個代表中國仍然會高度依賴進口，去年進口量達每日約1150多萬桶。專家指出，國有油企正盡力維持產量，視其為能源安全底線。同時，中東衝突亦影響主要供應來源。中國透過3次採油技術提升老油田產量，其中大慶油田仍然係核心產區，並持續貢獻重要產量。此外，中國亦加速開發海上油田同深層鑽探，渤海地區成為主要增長來源。頁岩油方面雖然仍屬高成本且開發難度大，但產量正逐步上升，未來仍有增長空間。整體來看，多家機構認為中國產量短期將趨於平穩，長期仍可能逐步放緩，但仍會維持較高自給率，以確保能源安全。週五油價上漲，儘管歐洲多國、日本同加拿大提出協助確保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安全，美國亦釋出增產原油信號，但市場仍然因為供應受損而保持緊張。布倫特原油上漲至每桶110.32美元 ，WTI 報96.47美元。本週布倫特有望上漲約7%，WTI 則預計下跌約2%。石素銀行分析師漢森指出，能源價格短期難以回落，因為供應已經受損，而且市場仍然偏緊。以色列同伊朗星期五再度互攻，衝突亦波及能源設施，包括科威特一座煉油廠受襲。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同日本表示願意協助確保海峽通行安全。該海峽承載全球約20%嘅油氣運輸。美國財政部長貝辛特則表示，美國考慮釋放戰略石油儲備，並放寬對部分伊朗石油嘅限制，以穩定市場。喺能源同地緣政治風險升溫之際，美股3大指數收跌。據美東時間3月19日收盤，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下跌0.4%，收報46,021.43；標普500指數下跌0.3%，收報6,606.49；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跌0.3%，收報22,090.69。市場分析指出，霍爾木茲海峽風險仍將持續支撐油價。短期內，即使達成護航協議，物流恢復仍需時間。美國北達科他州方面表示，原油產量預期上升，但增速將取決於油價走勢同企業投資計劃。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我係 Laura，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記得收睇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同埋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亦歡迎關注 Laura Tang Media，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記得點擊小鈴鐺並關注我哋嘅頻道，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內容。